高信义乡寒天的云海非常的水，是当地这个寒天限定的美景。讲运气若好，只要来到信义乡海拔1000公尺远的所在，就会当看到美丽云海。 伫咧蒙哥地区，也就是在21线116公里的所在，当地民众翕着上近的中高海拔云海。伫咧寒天的信义乡山顶，海拔超过1000公尺的观点，天气条件也稳准，大家都有机会看到真水的云海。我后来又拍缩时。 就整个好像那种海浪涌来涌去的感觉，很漂亮。有当时透早出现云海大景，有当时爱到暗时才会出现。采访这天看起来是乌阴天，伫咧2000公尺以上的山顶才看得到。它很漂亮，然后它就很像海这样子，它就是会像风向一样，去看它怎么飘。那你看的时候，就一整片，然后它就会在移动。 民众讲，会当趁气候相对稳定的寒天，来到信义乡的山顶看山、赏梅、观云海。